兩架列車相撞之後，6節嘅車廂出軌，其中嘅4節更加係跌咗落高架橋。有工程師就質疑，可能係列車嘅自動保護裝置故障而導致撞車。戚家瑩報導。兩列和諧號列車相撞後，後面列車4節車廂出軌，其中3節跌落20幾米嘅橋下，跌埋一齊；另一節更加係90度角，直插地上。前面列車最尾2節車廂就撞到扁晒。有生還嘅乘客話，撞車後車廂裏面一片混亂，到處都係喊聲同呼救聲。行李都亂飛，聽到同車廂的其他的小孩有大人在大喊救命救命。的車穩定停下來的時候，整個車上是漆黑一片的。下面有乘客呢，就用那個滅火器在擊碎玻璃，但是因為玻璃是雙層的，他可能試了很多次，只擊碎了其中的一層，也沒有辦法。大批消防車、救護車，超過1000個救援人員趕到現場搜救、疏散乘客。搜救工作直到清晨結束，車廂裏面留有乘客嘅鞋、行李衣物散滿一地。事發喺星期六晚8點幾，由杭州開去福州嘅 D3115 列車駛到溫州雙魚路段附近時，懷疑被雷擊後失去動力，停喺路軌上。隨後由北京開去福州嘅 D301 列車未有停低，撞咗埋去。當時2列車上大約有1400個乘客。其中1列列車嘅行車記錄儀已經揾到，相信有助調查事故原因。南方都市報報道，事故可能同列車自動保護裝置故障有關。內地所有動車組都裝有自動保護裝置，正常情況下，前面嘅列車如果故障停低，後面嘅列車會接收到減速或者喺安全距離內停車嘅信號。報道引述工程師估計，可能係雷擊破壞咗列車嘅信號釋放系統，令後面嘅車偵測唔到有列車停喺路軌，導致撞車。鬧寬頻電視記者戚家瑩報道。